你想做跨境電商，第一步咧唔係諗開鋪，而係諗咧要揀啱平台。平台揀錯咗咧，之後你幾努力咧都可能會白費心機。而家你做跨境電商，基本上咧有4大模式。第一種咧就係社交媒體嘅帶貨，亦即係咧 TikTok 啊或者係 IG 呢一類咧靠短片或者係直播帶貨。呢一種模式咧，你要識得拍片啦，有叻嘅口才啦，同埋咧要識得做爆片，仲要有好嘅供應鏈咧同埋物流嘅 backup。第二種咧就係自己起個網站，例如係 Shopify 呢一啲啦。好處咧就係品牌同埋客戶咧都係你自己嘅，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咧你要用廣告咧自己買流量翻嚟啦，自己建立品牌嘅信任。對於新手嚟講咧，前期係勁燒錢嘅項目，回本咧亦都係比較慢，難度咧其實唔低嘅。第三種咧就係 B2C 嘅購物平台，例如係 Amazon 啊、Walmart 啊、Shopee 呢一啲啦，即係咧借人哋平台本身嘅流量去做生意，唔使自己咧由零開始去建立個品牌嘅信任度。對大部分嘅新手嚟講咧，呢類平台咧係比較容易起步嘅。而第四種咧就係 B2B 嘅批發平台，例如係阿里巴巴或者係 Global Sources 呢一啲啦。表面上咧係做大生意揾大單嘅，但係實際上咧好靠賣家個人嘅談判能力啦、人脈啦、供應鏈啦同埋公司嘅實力，唔係一個普通賣家一開始咧就適合去行呢條路嘅。所以總結一下啦，唔同平台咧玩法完全係唔同嘅。有人適合做直播帶貨，有人適合做品牌，有人咧適合咧由平台開始慢慢做起。喺嚟緊嘅分享會咧，我會同大家分析幾個主流嘅電商平台嘅利弊啦，新手應該點樣揀，點樣開始咧先至冇咁易行錯路呢？想聽詳細嘅分析，快啲去內文嗰度揾翻條 link 去報名啦！